你用嗰個鞋墊，咁你開頭咧你係冇乜感覺嘅。係啊，初初冇乜感覺，着咗幾日之後就開始覺得有啲針吉咁嘅感覺啦。係啊，針吉唔係痛噶嘛？唔係痛，係啊。即係點樣有啲能量流動？係啦，係啦。係啦，咁你係覺得自己本身血氣唔係咁好，所以佢唔通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我估係啦，因為我手揸嗰個鞋墊就有感覺嘅，但係着落去初初就冇乜咯，所以我估係因為個氣血弱，咁你可能落到腳已經即係差一啲咯。咁但係而家着咗幾日之後就開始感覺到啦。咁你買咗對鞋墊咧，係咪可以擺喺其他鞋度啊？係咪你有時着唔同鞋都可以換到嗰對鞋墊？可以，係啊。可以。咁你都試過咧？你俾你個朋友咧一揸上手已經感覺到好勁嗰啲能量流。係啊。哦，咁樣係咯，拍個片都俾大家知道下，唔係有時要啲時間佢先可以。係啊，可能未必你一着就會感覺到咯。